左邊嗰張係嗰個，哇！呢度知道，哇！嗰條罅。有些外媒爆料話，周庭喺加拿大以為生，而且喺完成交易之後冇獲得應有嘅報酬，痛苦不已。出生於1996年的周庭是一個從小壞到大的孩子，佢將我個樣咧 key 咗入去壞過海婷個海婷嗰度咯。而家嘅周庭短暫嘅戀情無疾而終，真係 sorry， 你完全係 hurt 唔到我半分咯。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大家好，我係周庭。喺開始正題之前，首先有一件事要提下大家嘅，就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嘅話，不妨多啲 like 同埋 comment， 令到更加多朋友有機會睇到我嘅片，咁就拜託大家啦。話說我平時無論係喺 IG、YouTube 定係 Facebook，都會周不時見到一啲網民聲稱我喺加拿大係做緊一啲同性有關嘅工作，就令到我好好奇，究竟呢一啲咁確實嘅消息係喺邊一度傳出嚟嘅呢？於是我有一日就心血來潮喺 Google search 自己個名，竟然俾我發現到一大堆關於我喺加拿大嘅生活、我嘅財政狀況同埋我嘅過去嘅一啲好詳細嘅文章同埋傳聞，而因為呢一啲傳言同埋文章實在有太多啦，我睇過嘅原來只係一小部分，所以今日呢一條片我又請咗我嘅朋友嚟，佢早排就幫我喺各大搜尋網站同埋社交媒體 search 過睇過好多呢一啲關於我嘅文章，然後佢就從中揀咗一啲連我都未睇過嘅最具代表性、最精華、最精選嘅一啲部分，咁佢就印咗出嚟，所以今日我哋呢一條片就嚟一個周庭嘅網絡傳聞 reaction 片，開始。search 你個名嘅途中咧，我喺其中一個搜尋引擎嗰度咧，佢有個特別功能嘅，就係佢有個叫做相關搜索嘅 column 咧，會出現喺右邊啦。咁你可以估下周庭呢兩個字嘅相關搜索咧，係會有啲咩先？男朋友。仲有冇啊？大家最好奇嘅係乜嘢呢？收入喺呢一個引擎入邊啦，佢嘅第一二位咧係香港周庭長得挺漂亮，然後第二位咧就係香港周庭泳衣圖片。咁咧我就喺呢啲引擎嗰度啦，咁啊 search 咗啲 social media 嘅截圖，咁我想俾你睇下，咁你睇下你有啲咩回應啦。嚟㗎，好恐怖啊！各位，邊個啊？點睇都係呢個靚啲啦嘛？你數到咧張圖咧，佢 P 到得4，即係 EIGN 嘅應該係得4隻手指嘅啫。佢上面咧就有啲字嘅，你讀出嚟聽聽。周庭是人要生存，他為了生計出體很正常。我在幫周庭吸引更多人買他的寫真，有錯嗎？但係你呢套寫真係全部都係假㗎喎，跟住左邊嗰張係嗰個，哇！呢度知道，哇！嗰條罅，即係我覺得喺 AI 嘅年代，大家都係希望改到自己個樣靚啲，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改得我個樣靚啲，好唔好？好，下一張，周庭姐姐流亡到了日本。最終因為窮困落魄，不得不下從事風行業。係所有嘢都係錯嘅。首先我唔係去咗日本啦，然後我亦都冇做嗰啲我而家嘅工作簽證唔容許嘅行業啦。我平時 social media 無論係 Facebook 啦、IG 定係 YouTube 咧，周不時咧都會有啲人用唔同嘅語言，無論係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定係日文都好，用唔同嘅語言去嘗試好似要侮辱我咁樣。無論會話問我幾多錢啦，會話我拍好嗰條
片邊度睇啦，咁啊真係我又真係拍緊片喎，不過唔係佢哋諗嗰啲片啦，又會話我喺邊度企街啊，或者喺日本某一啲比較多可能性工作者會聚集嘅場所，然後就講咗嗰個譬如公園嘅名出嚟，就問我係咪喺嗰個公園啊？即係坦白講，嗰啲言我係全部都 block 晒嘅。雖然有啲我 block 之前就會 cap 個圖留個記錄，已經係睇到冇 feel 噶啦。但係我都好想去日本啊！我仲未去，我已經有7年。我上次去日本係2019年，所以我都好多年冇去過日本啦。我希望承佢哋貴言，我可以有機會快啲去到日本旅行。好奇怪喎，點解個個都覺得我去咗日本嘅？其實首先，大家如果會睇下新聞 fact check 下，都知道我係唔係喺日本。講起新聞，作為一個加拿大嘅居民，平時覺得最麻煩、最唔方便嘅咧，就係 IG、Facebook 睇唔到新聞啦。尤其我係好中意睇每一個新聞 post 下面大家啲反應同埋留言嘅，所以而家每一日登入 social media 之前，我都一定會先做一個步驟，就係打開 Surfshark 啦。Surfshark 可以幫你克服地域性封鎖同埋限制，無論係想喺 social media 睇新聞，定係喺串流平台睇戲，用咗 Surfshark 就可以幫你模擬位於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繞過地理限制睇到你想睇嘅內容。Surfshark 仲可以幫你隱藏你嘅 IP 地址，等你喺網絡上面嘅活動更加匿名，保護個人私隱。更加重要嘅，佢可以防止廣告商同埋網站追蹤你嘅網絡活動，等你唔使擔心俾一大堆同類型嘅廣告不斷轟炸，影響你嘅瀏覽體驗。而家用我嘅優惠碼抄聽，仲可以額外獲得4個月嘅使用期啊！仲有 Surfshark 新推出嘅 email scam checker 真係幫咗我好大嘅忙。我成日都收到啲不明嘅 email， 會好驚撳咗去嗰啲 link 入邊。而呢一個新功能就可以辨識出嗰啲釣魚 link， 然後彈個警告出嚟，咁我就唔使擔心啦。一個 Surfshark 嘅 account 仲可以喺無限個裝置上面使用，全家都可以享受安全網絡。如果大家聽完我嘅介紹都想試下用 Surfshark 嘅話 ，click info box 條 link surfshark.com/抄聽，又或者用我嘅優惠碼抄聽，以獲得額外4個月嘅 Surfshark 服務，快啲嚟試下啦！跟住落嚟呢啲咧都幾有趣嘅，我覺得你都可以回應一下。有些外媒爆料話，周庭喺加拿大以出體為生，又嚟，究竟有幾多鋪係講我，而且喺完成交易之後冇獲得應有嘅報酬，痛苦不已。哦，咁啊唔係好得喎。快訊，周庭在加拿大賣為生，死啦！呢條片會全部都黃標嘅，啲全部都係咁嘅。昨日周庭被加拿大白人不給錢。周庭淚灑街頭 ，Oh my god！ 仲要據日本一啲消息呢，周庭最近已經同一間日本 A 製片公司簽約，喺加拿大會拍攝 A 劇。點解咁多呢一啲外媒係？請問邊間外媒係有啲咁嘅資訊啊？喺網上搜尋唔到嘅傳聞咧，好多都係會同性相關咯，即係冇乜正經嘅嘢嘅，然後都會改圖改得幾離譜咯。我真係要俾粒星俾呢一張圖，呢一張圖真係，我覺得嗰個可唔可以直接講啊？我覺得嗰個恰到好處嘅波拿咧係好俾我感受到佢嘅真誠，因為咧我有幾張佢啲 key 圖嘅，有一張就非常之身材好噶啦。其實我認得出，因為本身呢一個日本女星係日本一個好出名嘅 cosplayer 嚟嘅，應該有追日本 cosplay 嘅都會識佢。但係佢身材實在太好啊，所以嗰個真實感就爭咗啲。我揾翻個波拿出嚟先，係。但係左邊呢一張咧，雖然佢個頭嗰個髮型嗰個 key 圖上面咧，我覺得係有待改善嘅，但係佢個身材方面咧，咦又真係，雖然呢個身體應該唔係我嘅身體，但係咦我嘅身體嗰種感覺咧，有一種
既視感喺嗰度咧，呢張圖我覺得係可以貼堂嘅，即係第時我哋貼喺後邊或者出個 puzzle 咁樣都 OK 啦。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就係一個女性，所以每一個女性當你想批評或者詆毀佢嘅時候，就總會將佢同一啲性嘅嘢連埋一齊。其實男性都可能會，但係第二個切入點咯。女性咧就俾人批評係拍 AV 啊，男性咧你又比較少聽人詆毀佢係話佢拍嗰啲片嘅。唔知點解性會變成咗一個大家攻擊人嘅工具咯。無論男定女，其實都會咁樣被攻擊咯。但係被攻擊嗰個切入點唔同咯，就等於好少男性你去攻擊佢嘅時候，你會將佢個頭 key 去一個好性感嘅男星嗰度，其實係唔會㗎，因為你會覺得冇咩攻擊力咯。唔知點解女生你將佢個樣 key 喺一個寫真女星嗰度，然後你就會覺得好似攻擊咗佢咁。但係我真係想同寫呢啲文嘅人講，真係 sorry，你完全係hurt 唔到我半分咯。我完全冇因為睇咗你呢啲文覺得好受傷啦。即係當然可能你哋嘅目標都唔係想令我受傷，而係想令一啲人佢未必可以接收到好完整嘅資訊，然後睇咗你呢篇文就會信咗，然後就會覺得哦，原來周庭係一個咁樣嘅人。咁我唔知有幾多人係有機會睇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 有機會睇到一啲真嘅新聞啦。呢一啲文就只係我攞嚟拍 reaction video 嘅材料，就唔係一啲坦白講真係傷害唔到我啲乜嘢咯。出生於1996年的周庭是一個從小壞到大的孩子。咁的確，你話我係咪一個好乖乖女嗰種？因為我唔可以話自己好壞，自己話自己好壞，好似好奇怪啦。但係係咪嗰種超級乖啊，然後超聽話嗰種小朋友？的確唔係嘅。周庭出生於香港的普通家庭，在嘉諾撒聖家學校讀完小學和中學。呢度係啱嘅。周庭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過，小時候的他外向、頑皮、叛逆。都冇錯嘅，但係我諗我想象中嘅頑皮同呢啲人想象中嘅頑皮可能有啲唔同。所有小朋友都在聽老師的指示，他卻自己睡在地上，都可能係真係有咁嘅事發生過嘅，但係就係只係限於係咁樣咯。這可以看出這位小朋友的腦子怕是不太對勁。但係你啲傳統學校點會容許你讀小學仲即係老師講緊嘢，然之後你喺度亂地咧？冇可能咧。咁就真係唔係上緊堂嘅時候嘅，有可能咧。我嘅印象嚇，小學嘅時候咪好多嗰啲課外活動班嘅，有啲班咧係要 interview 先至可以正式成為學生嘅。我記得我係去過一個唔知跳咩舞嘅一個班嘅 interview，咁就係要跟住個老師嚟跳舞嘅。咁我可能真係跳得唔係咁好啦，然後就可能瞓咗喺地下咁樣，即係呢個係我嘅印象咯。咁最後當然個跳舞班係冇收到我啦。唔係，我覺得呢個最搞笑嘅咧係佢將我個樣咧 key 咗入去壞過海婷個海婷嗰度咯。其實壞過周庭都應該唔係好壞咯。跟住落嚟咧就係最重中之重啊！佢哋嘅故事咧真係繪影繪聲嘅。好，我覺得你可以睇一睇你人哋眼中幻想中嘅你咧，到底係點嘅？OK。如今的周庭在加拿大過得相當落魄，他沒有合法的工作簽證，只能打零工維持生計。首先我係有合法嘅工作簽證，我作為一個移民，呢樣嘢要講得好清楚，如果我係留唔到喺度。我啱啱喺香港嚟嘅時候，我就係拎學生簽證，而家咧就係拎 work permit 嘅。現在淪落到在餐廳端盤子送外賣，住着狹小的出租屋，連房租都快交不起了。首先我唔覺得喺餐廳端盤子送外賣
係啲咩好差嘅工作或者好失禮嘅工作啦。咁雖然我喺加拿大係冇做過餐廳嘅 part time，但我喺香港嘅時候曾經我都係有做過餐廳嘅侍應，亦都有做過 cafe 嘅水吧嘅。更讓他崩潰的是，他在當地成了過街老鼠，華人社區的同胞都對他避之不及，沒有人願意跟他來往，好慘啊！而加拿大本地民眾也對他沒好感，甚至有人當眾指責他，就真係冇咯，你喺邊度揾到啊？究竟我喺大家眼中係幾咁慘？呢啲係 online 大位嚟啊！你有冇遇到現實中有人咁樣傳你呢啲嘢？真係冇喎，不如寫呢啲文，呢啲人真係出嚟，我一齊拍條片啊！我真係好想知佢係透過咩途徑了解我咯。現實中你話喺加拿大有冇試過俾人認得出，然後俾人鬧？係真係冇。有試過俾人認得出，但係冇試過喺街度俾人鬧咯。但係以前喺香港，但真係講緊好多年前，我仲係要擺街站啊，嗰啲時候就的確係試過俾一啲諗法唔同嘅人指住嚟鬧嘅，咁但係真係好耐之前嘅事咯。好，下一篇咯喎。在多倫多的一間破舊廉租公寓裏，他每個月支付650加元的房租。這裏沒有榮光和掌聲，只有堆滿垃圾的街道和夜晚不時傳來的聲。我覺得最好笑嗰樣嘢係，你又想話佢假，咁的確佢關於我嘅描述係假嘅，但係多倫多嘅街的確有時係會有啲垃圾，又會的確有時係會有聲。你想話佢假，佢又假唔晒喎。為了生存，他這個過去的嬌小姐不得不脫掉高貴的戲服，穿上舊衛衣，進入華人超市的陰暗倉庫。嗱，我唔准你咁樣話華人超市，華人超市都可以好靚，OK？ 成為一個時薪僅14加元的理貨員。等下先，而家 Ontario 最低工資好似都係咪18個幾啊？17、18個幾喎？14加元應該係可以舉報間公司㗎啦。他在鏡頭前大聲哭訴，編造自己在香港監獄天天喝粥的悲慘故事。但係天天喝粥係真嘅喎，即唔係每一餐咯，但係真係每一日咯。有網友注意到，他直播時的背景竟然是當地的高檔咖啡館。邊度啊？而他旁邊的嶄新 LV 包包，更讓人質疑他的貧困。你讓我質疑喎，邊度有 LV 包包啊？冇啊！我上條片先講完，我係冇呢啲袋㗎。更有外媒爆料，周庭居然現身成直播平台，邊個？甚至還跑到高爾夫球場上方設法尋求富商的包養，一局500加元。他為了這些小利不惜出賣尊嚴，但因為球技拙劣，好慘啊！反而被富商嫌棄，連當花瓶嘅資格都沒了。啊！即係可能一篇佢就話你唔受華人歡迎，融入唔到個 community 啦。但係另外一邊廂啲你又要去華人超市打工喎，跟住又話喺你住一間廉價嘅出租公寓啦，但係之後又會見到你喺有嘅 LV 包包，係咯，即係成直播平台都唔得噶啦，仲要跑去高爾夫球場上做呢個配打。但係一局咧又有500蚊加幣 ，which is not bad， 因為佢話你每個月嘅租金係650蚊啊嘛。係咯，如果一打一局波有500蚊加幣，喂打！佢哋應該係想像好似嗰啲賣火柴的小女孩咁樣咧，加拿大又好凍喎，跟住落住雪咧，跟住攞住杯已經
沖咗1個星期嘅茶包咁樣，跟住攞個杯，好凍啊咁樣，跟住屋企又冇錢開暖氣啊！我已經提供緊新嘅資訊，屋企又冇錢開暖氣啦，跟住好凍啦，件褸着嚟着去都係嗰件啦，個羽絨又得嗰件，跟住又爛爛地嗰啲羽毛飛緊出嚟咁樣咧，跟住最慘仲要係俾加拿大白人不給錢啊！唉〜最 sad 嗰樣嘢係有啲文章入邊又有啲嘢真真地嘅喎，即係喺假之中佢又會講咩天天學足啊，長期嘅孤獨同精神壓力啊，又冇假得晒嘅喎，仲有嘅喎原來，哇呢個係好有文采嘅喎呢篇嘢，多倫多市中心的咖啡館裏，一個戴住棒球帽嘅年輕女子正低頭攪拌住咖啡。佢時不時抬頭張望，哇！我已經牽翻起咧，我小學嗰陣參與朗誦比賽嗰啲咁嘅回憶，手指緊張地摩挲着杯壁。Oh my god！ 若不是那個標誌性的單眼皮，等先，呢篇係咪真係講緊我啊？我雙眼皮喎，很難把它和女神聯繫起來。直播間嘅觀看人數由最初嘅上萬跌到後來嘅數十人，我唔知點解我個心都淌緊血啦。而家嘅周庭短暫嘅戀情無疾而終。邊個啊？邊個同過我有短暫嘅戀情？對方受不了他總係喺深夜驚醒。呢句你有冇錯？佢又真係有，更加受不了佢手機入面嗰啲加密聊天軟件，係真係好多。佢曾經喺日記入邊寫：我就像一隻冇巢嘅鳥，聽日唔知會落喺邊度。OK 喎，其實同埋加密聊天軟件，佢又真係幾了解我。係真係幾齊嘅，佢咪話戴住棒球帽年輕女子嘅。我記得我 IG 咧係有一張自拍，係我着住棒球褸，然後戴住一頂 cap 帽，然後我喺一間 Tim Hortons 入邊影嘅。我覺得有可能咧，佢係見到嗰張自拍，然後就開始看圖說故事啦。真係要老實講，你話我鍾唔鍾意呢啲文章，咁我梗係唔中意啦。但係喺唔中意當中，我覺得自己最能夠俾到最好嘅反應就係取笑佢哋咯。呢個就係我最好嘅回應，就係你哋呢一啲文根本唔值得我好認真咁樣回應咯。雖然話係有好多篇啦，雖然呢度係好多字啦，但係其實佢哋嚟來嚟去都係攻擊嗰幾點，就係想講到我喺加拿大嘅生活係好慘、好落魄、好窮。但 to be honest， 我離開香港前間屋同我而家住嘅屋一定係而家住呢間屋大啲啦，因為我以前係住劏房㗎嘛，所以要講落魄，其實可能以前比較落魄咯。反而對我嚟講係我嚟咗加拿大之後，更加有空間去追逐自己理想嘅生活模式，個個都會想賺多啲錢啊，間屋越住越搬越大，咁個個都係咁噶啦。咁我都係人，可能我都會有呢一個諗法。但係嚟到加拿大之後，我覺得整體無論係我嘅精神狀態啦，定係我嘅生活嘅狀態，即係物理上我想住嘅環境、生活模式等等，我都覺得而家嘅更加好咯，所以真係要令呢啲作者失望咯。咁我都期待有更加多嘅佳作，我哋之後可以再同大家開箱同埋拍呢個 reaction 片。咁我哋今日呢條片咧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撳埋 subscribe 隔離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下次嘅片啦。想成為添聽嘅朋友，可以撳頻道名隔離個加掣。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我係雙眼皮，一邊係內雙，一邊係外雙。